唔知啊？聽唔到，大聲啲。係喎，翻去俾份禮物你，翻去先揾我啊，知唔知啊？係喎，母親節喎，原來母親嘅節日咧係感謝媽咪悉心咁樣照顧小朋友啦，同埋關懷佢哋嘅噃。所以小朋友咧透過呢個音樂會咧，都想感謝媽咪對佢哋嘅愛。不如我哋用熱烈嘅掌聲好唔好啊？歡迎呢班小朋友為我哋演出啦，大聲啲拍手掌啦！哇！今日好多人嚟睇我哋表演啊！永欣，你知唔知今日表演啲乜嘢節目啊？我梗係知啦，不過我哋啲弟弟妹妹又知唔知咧？不如問下佢哋啦。各位弟弟妹妹，你哋知唔知今日表演啲乜嘢節目啊？不如你哋唱一首歌俾媽咪聽啦。影咗啦我，你個好啲 BB。哦，我影佢兩個。哇！小朋友嘅好精彩啊，係咪啊？俾啲掌聲佢哋啊！頭先嗰班係幼兒班小朋友嚟㗎，話好好聽喎！你哋唱歌仔啊，係啊。錫唔錫媽咪㗎？錫啊！你咧？你又錫唔錫媽？聽日同媽咪點慶祝啊你？你錫媽咪，聽日會唔會同媽咪去飲茶？會啊！邊個俾錢㗎？爸爸錢，你咧會唔會同媽咪飲茶？好，聽日你同媽咪一齊飲茶好唔好？哇！刚才的小朋友唱得真好聽啊！佩玲，你知道什麼時候是母親節呀？5月的第2個星期天。哎，明天就是母親節嗎？是啊。我媽媽在辦的是燒飯，燒的飯很好吃。媽媽呢？我媽媽在辦的是賣水果。我也去過媽媽的水果店買水果。我最喜歡吃的就是梨子。我也是。我們去看看其他小朋友的媽媽在辦的是什麼？好啊。
叻係做美容。我媽咪最叻係煮飯。我媽咪最叻係煮餸。我媽咪最叻就係做壽司。我媽咪最叻係我媽咪最叻係做手工。我媽咪最叻係煮飯。我媽咪最叻係幫我沖涼。我媽咪最叻係講英文。我媽咪最叻係講故事。我媽咪最叻係煮飯。我媽咪最叻係蒸排骨。我媽咪最叻係切蘿蔔。我媽咪最叻係煮飯。我媽咪最叻係跳舞嗰個小朋友跳芭蕾舞。我媽咪最叻係計時間，佢每日都計住我做功課嘅時間。我媽咪最叻玩 Facebook， 佢有好多朋友㗎。現在我們一起表演唱歌和跳舞給媽媽看。Sunshine, you make me happy.